不第95补贴机制规定，每一个人每个月最多可享有300公升的 RON95便宜汽油。根据官方数据显示，这个配额对绝大多数的国人来说绰绰有余，因为多达95%国人每个月添油不超过180公升。财政部秘书长拿督佐汉马莫指出，国人每个月平均只需大约80公升汽油，而布地95开跑之后，平均每一天录得将近300万笔交易，超过1200万元已经受惠。根据这个月首2个星期的实际消费数据，不到0.1%符合条件的国人充分利用300公升配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个数据包括在边境州所添油的人，而且用完配额的国人之中，超过80人只持有摩托车驾照。这意味着他们在2个星期内骑摩托车行驶超过500公里，因此财政部认为现阶段就断言配额不够言之过早。如果提高配额，可能导致燃油走私活动更加猖獗，补贴流失更加严重。